12:32:35。这班车有够好买哦，迄边吼就是我上爱去的所在啦。啊，先早甲恁讲，因为吼这边的公车都真少，所以吼你的时间啊要看清楚哦。喂，高铁福科大这班哦。好买到啊！这就是布袋戏的故乡。哪会看我实在安尼哦？我是最爱看布袋戏的。你唔相信哦？哼，看我的！真是无才多讲人咯！哈，是阮小红李山出现在此。苏阳文，本行讲人人事，我听讲你在此就为一件撼动有怪事情，楚楚动情。无错，叶文正准备率领众英雄来登上电影大银幕。苏阳文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已经摸着本行来进行。想要争夺主角之位吗？入夹电影这么重要，我身后要9届总夹，要这么多我，你能一一挑战吗？我当魔界小红，岂能让你算命以前，看我修灵魔道？来吧！哦，小兰姐，我是 Fresa 啦，这袁小红是我 cosplay 的，请主持人大家原谅我好不？哦，原来是美丽小姐 Fresa， 今日来找叶文，有何事情指教呢？今仔日来这是要向你这布袋戏界的先辈请教，到底这布袋戏是安怎拍出来的呢？这样来这就对了，但今日叶文也有事在身，请 Fresa 小姐自便。好，请聊。哇，你看，这有足侪布袋戏样啊呢！这布袋戏样啊，就是阮布袋戏啊上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这头章啊，看起来足歹做的，这到底啊是安怎设计的呢？一开始会摕到迄编剧的设定，决定迄要写成安怎。比如说他个性啊，嘿，对个性也是要纹身，也是武生。一开始阮会先引这中国结绳。这是要创啥的？要家己头型，因为每一粒红仔头型拢无啥共，所以我们用中国结绳去增高伊的宽度，安尼头发用落去较水。为什么老师做得遮紧？因为你遮做几分钟，我做2-3年。哇，2-3年哦！以前就学这吗？无呢，是因为兴趣。兴趣哦，因为喜欢布袋戏。哦，对。你看布袋戏是以前就看吗？我小就看了。看几年啊？那你等下里面啊，我应该差不多啦。好，我们就是进入头发念头毛哦。爱这白哦。嘿，爱这白。我无搞。因为我们用这白是嘛是要减少伊的发量哦，因为你每一张拢遮高，伊的重量会增加，安尼蔡老师会做辛苦。哦，做重的。对，伊会做重。蔡老师会分我。对。你有啥撇步啊？会使，互这红仔较轻的。像发泡板啊，是一些水管。水管我们通常做黑高马尾，你要用头发去这加粗的马尾，其实会很重。这喜欢哦，这水呢，嘿，打底完成，有重量呢，嘿，所以其实这些饰品甚至头毛都还袂2万都有淡薄重量。这布袋戏红仔是袂晓家己叮当的，阿师啊，你是安怎互这个红仔会活起来哈？咩个活起来就是靠咱红仔手，阮讲抓红仔的师傅叫红仔手啦吼。红仔手伊靠伊家己的经验啦，甲伊家己
所看到剧本的时阵的情绪啦、甲需求，然后去操作咱这所有的咱的电视红啊。然后你现在你真正试看卖，看左边右边。但是你像咱伊红啊，其实你要甲拟人化，它你不要你莫甲想说伊是红啊，因为你咱若要看左边甲右边，应该是甲转头尔。哦，毋是讲规支手的轴心的叮当往上提的时阵，为什么我袂叮当？对啊，所以这就是咱的所讲的基卡伫遮。无天分。而且因为大家人拄开始学一定是安尼，阮拄开始嘛是安尼，一定捧袂起来。咱今日来教你行，咱先甲你介绍咱红仔分几种角色安尼啦。先啊，你行路时，伊就是一步，然后撇一个头。哦，他嘿，嘛是用手的。对，也是嘛是要用咱手来背。啊，看一下花咧，哦，看一下哦，日头介大啊，哦，咱就吃一下寒咧。啊，可能哦，欢喜一个出一下水手咧。哇！好，我来玩我嘅最开总教练咯。伊行路就是安尼哦，害去安尼，伫遐钓，因为无大仔嘛。嘿，啊无就是。啊，较早较细粒时，阮过哦，安尼出来，伊是安尼吼，安尼行跳骹嘿。哦，我少今年63，明年嘛63，啊你今年几岁啊？这来问。是。哇，拢有表情的呢，看起来是有表情的哦。真的吗？嘿，基本上红仔就是靠咱红仔手要安尼揣摩伊的这，因为咱目睭练练的时快慢。会呈现出他的情绪跟他的对，是啊，这练偌久啊？今年都要第10年吧。第10年哇，足久的呢。啊，佫有愈久的，阮内底我算上菜的。啊是吗？嘿啊，阮内底佫20年的、30年的，基本养啊上基本就是咱的肌耐力啦，因为咱爱压。我已经无力啦。通常阮是拢压较大，因为咱头的穿帮，所以阮是手跟咱的。头是90度安尼啊，安尼哦，是安尼压，爱安尼压。啊，阮这安尼开讲吗？你会使安尼，你会使头边揪啦。哦，我想讲这只我就会忝啊，你摕这大只的，最厉害的。所以讲这红仔手的部分，学徒的部分其实会有断层。你看我也知影，我一直流汗，你在这种环境下，真热，系啊，然后真个囡仔拢较好命，就是。学这较辛苦，你就较不爱来学。这真正是真辛苦。好，我会使摕来吗？哦，所以已经忝啊。我第一片就大概就是，咱这所开这就是拢在花口，啊，阮的卡面啊就是伫遐，然后养的人就是养手会徛伫遮。正常来讲，阮布的就是，较咱花口咧落去偶像剧较无共的，就是。因拢是现场收音嘛，啊，但是阮是头家大侠伊先甲口碑录出来，配乐师去录甲去咪甲送来我们现场，然后现场红仔手甲导播听带，啊去看讲哦，伊这场到底剧本写啥啊做啥，然后红仔手就要去揣摩，哦，那这场是感情戏，就爱揣摩，哦，男生女生，嘿啊，变成讲红仔手最重要，红仔手伊若。今日心情歹，可能红仔夹起来较无情绪。平常时拢是咧电视上看，拢感觉这是安怎拍出来的？即摆现场看，感觉就不可思议。应该有机会，你会使参与咱内底一寡工课啊。就是这咱讲 compressor， 我们都是用这个做效果。它是真的很强，所以不要，袂使喷人的面，嘿，很多这是咧走这拢较紧张，啊，进去内底就是要做较人的嘿，做较人景的时阵的会 size 的时阵，红仔手啊，所有效果拢爱去内底，所以看因真个足辛苦，就是要搬，拄啊伫外口物件全部拢爱离，然后啥时咱去救爆破。哇！我第一届上这台呢，嘿，这样拉上去，然后3个 Q 那个就拉。3、2、1。这样的吗？有点绕腮旁，就是跟鞭炮一样没有爆。啊！第一届不准绳。没关系，比较慢。哦，你有较慢吗？但是有啊，比拄啊较有力啦。有啥配步啊？我咧带音乐，我就会变成
安尼起来，我们丢一个人，他就伊就趴，伊趴进去就甲刷打起来，就甲刷打起来那样，也是很有聪明哎，杀伤力啦。这也是大家巧思想出来这样，从历年来的那些前辈留下来给我们啊，还有新的经验啦。对啊。看到我的 cosplay 啊，就知影我是真正就爱布袋戏吼。今日来到这，我有看到足侪布袋戏代真甲无爱秘密。上重要的是啊，我有看到我上爱的角色哦，真正是足圆满的啦。但是啊，来到好尾食，不只有布袋戏尔，还阁有足侪好耍的所在，要继续看落哦。有事无事坐